台南的南西一寡观光景点，今年的1月发生地震了后，游客减一半。台南市政府结合着梅岭看火金菇、孤单泡温泉，全力杀观光。 台南的荧光花蛇季伫咧3月29登场，市长伫咧记者会当中亲身介绍，嘛邀请大家赏萤，然后赏花泡温泉。 那另外一个荧光花泉美食节就更好了，因为其实我们在山区有很多好山好水好美食。虽然台南伫咧50年前发生地震，不过美丽风景甲温泉拢无受到影响，市府就推出活动，要来支持在地观光。泡温泉更是我们山区的特色，尤其在这一次虽然有地震，但是温泉区都幸运的没有受损。那吃美食呢？大家知道梅子鸡在山区一定是非常适合的，喝美酒。 然后这个吃其他的许许多多好吃的美食，所以看到这么多的好吃的东西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哦。记者会现场嘛有南西龙德山市长本人嘛亲身代言，欢迎全国民众来南西行一转深度旅游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